CRIEnglish.com, connecting China with the world. 这个乐器就是我们维吾尔族的乐器，叫艾杰克。这把弦就是小提琴的弦一样，米拉瑞嗦调音。这把琴的音色就是小提琴差不多，就是我们维吾尔族的小提琴，我们常用的乐器。这把琴呢，如果我们汉族朋友们呀，还有那个国外来的朋友们嘛，也可以演奏，就是小提琴差不多一样。如果会拉小提琴朋友们嘛，拿上这把琴演奏的话，就是方法一样。这个我手上是名字叫热瓦普，这把琴我们新疆最常用的有一个材料桑木制作的，这个就是羊角的，因为我们维吾尔族人很喜欢羊。为什么我们用石皮？因为演出的时候，我们那音乐家他们演出之后呀，就有时候下雪下雨，那个时候这把琴的音色变了，用了石皮嘛，音色不变，音色更好，所以我们先用就是石皮了。这个杜特尔，这把琴的名字叫杜特尔，我们材料也是桑木制作的。这把琴的我们维吾尔族用的时间也很长，专家他们说我们维吾尔族用的，他们说1000多年。这把琴的就是其他乐器的，您刚看了这个热瓦普弦是钢弦，艾杰克的弦也是钢弦。这把琴弦是丝弦，这把琴的长度有点就这样规格。我们维吾尔族，我们这个新疆还有那个乌兹别克斯坦、土耳其，还有那个土尔克门斯坦，在那边嘛，这把乐器常用挺多。我们家是祖传的。我现在已经第6代了。我爸爸的爸爸呀，我爸爸的爸爸，他们已经开始了。这是我爸爸，这是我爷爷，这就是我爸爸，在这边就是我爷爷。我爷爷他改造了这个乐器的制作方法。我的梦想就是，如果我有时间的话，我可以去的话，我其他的国家，另外那个乌兹别克斯坦、土耳其也有专门制作这个乐器的朋友们，跟他见面，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方法，我做的是什么方法，跟他如果有可以学的话嘛，我跟他学；如果他们给他教的嘛，我给他教，因为这就是我们乐器嘛，我们一定保护这个乐器。